本台最新消息，多顆隕石正高速衝向地球，預計3小時後撞擊。讓開，重佢咁。基因同步率100%。目標鎖定雲蛇群，距離3萬公里。基因最大公路，威脅解除，返航。基因機體抗熱模式啟動，距離對流層頂部原有30秒。助理係聯合指揮部，高度50米，啟動環衝系統。總算到地面啦。la l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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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a